當世界熄晒燈，歡迎嚟到熄燈後嘅收音機。我係阿舒啊。今日嘅深夜，唔知聽緊我嘅你過得好唔好呢？係咪啱啱搽完個 eye cream，望住塊鏡，又喺度為自己多咗一條皺紋？年紀大咗，而又覺得少少焦慮呢？聽阿舒話，將個鏡放低，手機放埋一邊，合埋對眼。今晚一樣無需要睇畫面，純粹用耳仔聽我講嘢，好好放鬆一下。唔知幾時開始，呢個網絡世界天天都喺度製造焦慮。好似女人如果行到中年，皮膚唔再緊緻，似20幾歲，係咪一件好失敗、好可怕嘅事呢？後生嘅時候，我都曾經害怕老，驚青春留不住。但係到今日，經歷過風風雨雨之後，我越嚟越明白，我唔怕老，我只係怕自己活得唔夠靚，活得唔通透。外面花花世界嘅誘惑實在太多，嗰啲天天只係識得追求20幾歲嘅靚妹嘅男人，佢追求嘅只係膚淺嘅外表，佢嘅靈魂根本承載唔起生活嘅重量。你依家正在經歷嘅年齡恐懼，或者因為青春不再而覺得自卑焦慮，我比任何人都明白，一個中年女人要有這個充滿偏見世界活出自信，到底有幾唔容易？大聲同依家聽緊收音機覺得容貌焦慮嘅你講一聲傻瓜，唔好以你嘅年齡而感到抱歉。你臉上每一條皺紋都唔係衰老，而係一枚勳章。你一隻手一隻腳獨立熬過呢個哭乾眼淚嘅深夜，撐過生活重重打擊之後，命運送俾你嘅係智慧同底氣。20歲嘅漂亮係父母俾嘅，但係50歲嘅優雅同通透係你自己活出嚟嘅。當你唔再去討好世界，唔再為男人嘅眼光而焦慮，你先會發現，原來一個識愛自己、戶口有錢、靈魂清醒嘅中年女人，先係真正嘅女王。呢啲被歲月沉澱出嚟嘅底氣，先至係全天下最高級、最唔可以替代嘅性感。生活雖然好殘忍，但係我哋老得好靚，活得好精彩。好啦，今晚熄燈後嘅收音機就嚟到尾聲啦，多謝你啊！喺呢個寂寞城市裏，願意聽阿舒講心事。如果今晚我嘅聲音又帶俾你一絲絲放下年齡焦慮嘅自信，歡迎訂閱我哋呢個收音機。手機放低啦，冚好被，祝你今晚有一個踏實冇焦慮嘅好夢。我係阿舒啊，我哋下一站見啦。不見不散，晚安。